娃娃 TV 讲台语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咱台湾有真侪好食物，料理的方式嘛有真侪种。今日 Lisa 要来介绍13种料理的方式，互大家知。咱先来介绍会当用这种鼎来料理的方式。第一种是煎，就是倒小块油伫鼎内底来甲食材煮好熟的料理方式，亲像煎卵、煎鱼仔，也佮有蚵仔煎，拢是这种料理方式哦。第二种是炒，嘛是倒小块油，然后甲食材放入去，悄悄辣辣的炒甲熟，亲像炒米粉、炒饭、炒菜。刷落来是爱用这种较深的鼎来料理的方式。第一种是炕，就是要甲物件煮好足烂的，所以爱煮足久的。这种就是用炕的，亲像炕肉、炕菜头、炕梅。第二种是滚，就是用水含温温火落去煮甲烂。甲炕较无共的是，炕是煮了较高，滚是煮了较水，亲像滚汤、滚猪脚。第三种是卤，卤就是伫水内底掺豆油甲一寡香料中药材，亲像八角等等的料理方式。亲像猪脚爱先落鼎撒一下，就会当放入去卤啊。因为是掺豆油落去卤的，所以卤的特色就是煮好有豆油色甲豆油香。第四种是撒，就是先甲水掀好滚，然后甲要撒的物件放入去滚水内底煮好熟。撒的是白正无味的，亲像撒面、撒青菜、撒水饺。这个物件撒好以后，才会搁掺调味料来食。亲像面会当掺麻酒，食做麻酒面；青菜会当混豆油膏，水饺会当混醋。刷落来是爱用较侪油来料理的方式。第一种是煎，就是爱倒足侪油落去，上无爱腌过食材，亲像臭豆腐、咸酥鸡，就拢是用煎的。第二种是蒲。蒲是用油也是水来甲物件煮好熟的料理方式。用油的时阵，甲煎差不多。只是蒲是特别用来讲食材铺伫油面顶的这个画面，亲像咱讲虾仔裹粉落去蒲，安尼你就虾仔铺伫油面顶的画面啊。若是敢若讲煎，这就是油鼎虾仔弹落去的动作尔。用水的时阵，嘛是甲油共款，有浮起来迄个画面，亲像咱元宵节甲冬节就拢会浮圆啊。第三种是炸，就是甲已经熟也是半生熟的物件，佮甲用油小可煎一下即个动作，亲像咱咸酥鸡买转去冷啊，要食进前就会当先用油佮甲炸一下。刷落来是转甲煸。这两个词，转甲煸，就拢是咧讲甲物件放入去温度足悬的鼎内底，甲油煸出来的方式。亲像转猪油、煸猪油，就拢是咧讲甲猪仔身躯顶悬上肥上油的部分放入去鼎内底，甲伊一直拉一直拉，安尼肥猪肉的油就会煸出来啊。若要讲这两个有啥物无共，就是转是咧讲甲肥猪肉转做油。煸是内底餡伤济，外皮经袂掉，餡会煸，亲像包仔料包伤济，吹的时就会煸开。BLACKPINK 的演唱会，逐场拢足侪人的，咱就会当讲伊煸场。肥肉嘛共款，油真济，马火炒一下，油就会煸出来啊。过来是咱头拄仔有讲到的吹包仔的这个吹，吹就是伫鼎内底放水，然后将人酸也是盘啊碗放伫鼎的顶悬，利用下水的烟气来甲物件煮好熟的方式，亲像吹包仔、吹卵、吹便当。最后一个就是爆米香的爆，爆的意思就是用炸药甲炸开，毋
毋过咱做料理亲像爆米香，袂当用炸药，迄伤恐怖啊！所以要做爆米香，会先甲米放入去一个机器内底，然后用火甲烧，互米伫内底长大。过一段时间了后，才甲拍开，伊会嘣一声，足大声的，这嘣出来就是爆米香啦。这米香崩出来以后，头家会趁烧，甲米香敲汤锅，等冷气地黏做伙啊，才搁切做一块一块来买。嘛有无敲汤的，毋过囡仔应该会食到落甲规涂骹。即马现代的家长应该会起笑。好，以上就是即摆13种料理的方式，大家敢拢学会晓啊？有用过倒一种方式煮过啥物料理？也是有想要挑战对一种料理方式的，拢欢迎留话甲我分享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是介我影片，莫有去试散，甲分享出去，也袂订阅关注朋友嘛，要试一下订阅，你看转动爱特小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帮我去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